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到这是南投中寮乡的发花市，用3年的时间起这座金龙楼梯。楼梯的两边是80公尺长的这个金龙，顺着楼梯攀上天，都亲像金龙伫咧云顶在飞同款。这座金龙楼梯，农历过年前会来完工，到时阵会免费开放给大家来参观。 两尾金龙顺楼梯愈爬愈悬，金龙的身躯远看袂出是伫云顶同款。这壮观的金龙楼梯出现伫南投县中寮乡的发花市前。看到这两尾龙吼，感觉讲哇，哪遐大呢吼？都没有看过有这么大的那么庄严的双龙啊！啊，这几十年来，我嘛真爱走宗教事务，但是从来毋捌看到这庄严。 壮观的金龙楼梯长有80公尺，两尾金龙若有得到101公尺长。我近看这个金龙真逼真，这是用铁枝啊甲阿毛土做的，其他像较长的龙手做工是真有。拢是用手工的，啊，这个师傅吼，啊，拢是特殊的迄个师傅，拢老师吼。 市方的人员讲，这两尾金龙用3年的时间打造，估计伫农历年进前就会完工，时到会免费开放予民众参观。